睇到呢一碗海帶綠豆糖水呢，喂，好多北方朋友驚呼啊！什麼海帶配綠豆？你確定呢個唔係真係黑暗料理嗎？仲有啊，你們的綠豆湯為什麼是綠色的？嗱，呢一碗打破北方網友認知嘅海帶綠豆湯呢，其實兩廣地區傳承已久嘅粵式傳統糖水，喺廣東街頭嘅糖水鋪，你可以隨便見到佢嘅身形，綠豆綿密，海帶滑嫩。一啖落去清清爽爽，呢個本地朋友自細飲到大嘅夏日標配。南北地區綠豆湯嘅做法各有差異，南方嘅綠豆湯咧，除咗加海帶外，正常嘅做法仲可以加咩啊？陳皮，冇錯啦，百合、蓮子、薏仁呢啲食材，令到嗰啖湯品咧更加豐富。但北方人做綠豆湯咧，一般就只係燉熟嗰啲綠豆，有陣時最多加啲紅棗，增加個甜味就咁啫。所以聽到北方朋友問綠豆湯嘅顏色，南方朋友估計亦聽到懵晒，咩話？綠豆湯，綠豆，咁綠色唔係好正常咩？其實係真係唔係，因為北方啲綠豆湯係紅色嘅。我第一次見到嗰陣呢，亦都有少少愕然。後來經過網上查詢先知道呢，呢個係由於兩地嘅水質問題，北方嘅水質呢就偏硬嘅，偏鹼性，所以你嘅煮出嚟嗰啲綠豆湯呢，多數係紅色。而我哋南方嘅水質係偏軟、偏酸嘅，所以煮出嚟嘅綠豆湯咪綠色咯。嗱，綠豆湯啊雖然好，但係喺度呢，仲係要提醒下大家，冰鎮口感啊會更佳，但係唔好貪多嚇。夏季綠豆湯呢，放耐咗容易滋生細菌。如果你一次食唔晒，最好就放喺個雪櫃，最好24小時內食完佢。